上一集我哋講到喺大賢古城食咗個牛肉火鍋晚餐，仲欣賞埋萬家燈火嘅靚景，之後就坐車返民宿休息啦。嗰一日真係好令人回味，晚黑聽住雨水滴答滴答咁打落窗邊，不知不覺就瞓到天光啦。第二日我哋喺束河嘅民宿食完早餐，就打開哈羅打車 Apps。哈羅打車比一般叫車平，主要原因係佢順風嘅模式，司機本身就要去某個地方，順路載埋我哋。其實係一家便宜兩家着。間民宿好有建築嘅品味，係一間中西合璧嘅庭園，由老闆自己設計，仲用咗1年嘅時間興建。我哋到達嘅時候尚早，老闆好好招呼我哋，仲切咗啲生果同埋沖咗啲 cappuccino 俾我哋飲添，叫我哋喺大廳慢慢休息。佢同時快手咁執好嘅房間，等我哋放低行李，仲車我哋出去玉津橋。玉津橋係單孔石拱橋，橫跨黑惠江，始建於清朝，係欣賞日出日落、感受田園詩意嘅絕佳地方。古戲台同興教寺係沙溪嘅靈魂雙子星，隔住四方街嘅紅沙石板遙相對望。紫荊街係去有風的地方亞苑追馬嗰條路。行下行下，我哋行到歐陽大院啦。歐陽大院係茶馬古道嘅典型5星級馬店代表，展示咗當時嘅馬幫嘅奢華。我哋離開咗歐陽大院就食午餐，經過紅豆嘅咖啡店，感受原生嘅浪漫。沙溪嘅美更在於清晨嘅薄霧、傍晚橋頭嘅民謠，以及嗰份未被過度商業化嘅寧靜。希望呢份介紹能夠幫到更好地感受呢個千年古鎮嘅獨特魅力。踱步橋上詩意濃，醉月水下影朦朧。清輝酒落銀波泛，夜色迷離睡氣濃。